你嘅龍蝦最近養成點呢？喺呢個全網都養龍蝦嘅時代，你會發現只要真正養一隻龍蝦並唔容易。裝好落環境，為咗數據，佢好似可以喐啦。但係一遇到新聞干擾、市場波動、指標混亂，佢就開始迷惘啦。你想佢做嘢，佢仲係卡喺奇怪嘅地方。網絡配置、資源反饋，每一個環節都可能令你焦頭爛額。好多人以為純一隻蝦就可以裝一下、跑一下，但係真正養過嘅人都知道，單靠一隻普通嘅蝦根本頂唔住複雜多變嘅市場環境。佢需要懂你嘅技術，需要穩定嘅資源，更需要一個真正屬於你嘅智能生態。宏力從一開始就幫助宏粉安裝龍蝦，熟悉龍蝦，見證咗宏粉從唔識裝到能夠喐起嚟嘅成長過程。但我哋都發現，單靠一隻普通龍蝦仍然好難穩定地應對複雜多變嘅市場。所以宏力決定再往前行一步，幫你馴服真正強大、穩定、好用嘅龍蝦。亦都係宏力專為宏粉打造嘅一款專屬嘅 AI 龍蝦平台 Homely Core。Homely Core 係宏力基於 AI Agent 嘅工作流理念，為投資者教育專門自主研發嘅 AI 炒股龍蝦，搭載宏力完整產品功能體系，並整合外部優質資源嘅綜合型智能平台。佢全面接入咗 Homely Chart 雲版軟件、PC Kit、預測大師等宏力全系產品，所有呢啲都係由 Homely Core 統一調度、智能驅動。呢隻龍蝦識機構行為，識模板，識咩股票適合麻雀戰，乜嘢行情適合伏擊戰，乜嘢位置應該追擊，係宏力生態中專為宏粉服務嘅 AI 龍蝦。佢會按宏力嘅方法幫你睇股票、睇機會同埋做提醒。Homely Core 係宏力自己嘅系統，只服務宏力自己嘅會員。你只需要學會點樣用佢幫你炒股，而未來宏力仲會有好多隻龍蝦。龍蝦1號、龍蝦2號、龍蝦3號，可以針對唔同嘅行情、唔同環境、唔同嘅問題領域，選用最適合嘅嗰隻龍蝦。5月30號博股閉門會 Homely Core 正式發佈呢隻會做嘢嘅龍蝦，我哋幫你養好啦，只等你嚟。